看这阵啊，这大水河呢，互农作物是受损真严重。伫咧彰化埔心的金蜜山野，嘛是因为连续落几啊天的大雨，未少山野呢拢已经闭开啊。这农民是真无奈，表示讲其实毋捌落过遮尔久的大水雨，当地这果子园受损已经超过5成，即马只通望后冬啊。 落雨超过1礼拜，总算是等到出日头的好天。但是果园内底的金蜜山野早就未堪伫连续几啊天的大水雨，毋是闭开就是水伤，甚至园仔外口蹲规堆，拢是压雨压甲烂去的山野。有一半较低啦，一半嘿，就毋甘啊，辛苦一年啊，反正一年收一遍啊。咱这是为丹纳斯台风开始开始落连续落，对要到1个月所以才产生讲这个落心啦甲这配沙较歹的情形安尼。根据统计，彰化县大约种105公顷的改良种山野，其中有50公顷是金蜜山野，佮以埔心乡种上侪。但是因为今年初低温影响，产量本地就减少。7月中进入采收期，佮拄到风台大雨，加上这阵的大水雨影响，农会估计整体产量减免6-7成。 因为连日的好大雨，影响到我们金蜜芒果的卖相不佳，导致咱农民的收入减少将近6成至7成啦。今年虽然咱的金蜜芒果损失非常严重，但是咱透过咱农会甲咱农民都层层把关。埔心乡农会表示，虽望今年金蜜山野的产量减少，但是绩效起无济，杀去市场咧卖的山野品质挂保证，希望民众用行动来挺辛苦的农民。另外，农会嘛提醒，政府已经公告7月28大水雨的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办法，会当为即阵开始申请到8月19。记者杨淑静，彰化报道。